夜宵首任挚友王小明从此一生孤勇前行。这么好的情节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故事是要靠写死主角继续的话，是很大问题。杨总编，这老作品还是总榜第一吧？啊，就是没问题了。您说对吧，王总？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别老休刊行吗？休刊是为了更好的创作呀。作品蝉联榜首的事实无人质疑吧？那就散会吧，顾老师您多费心啊。随便吧，就这样好了。将笔下的角色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这是你的兴趣。我的故事，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喂，说话。时间到了。你说啥？希望你真的能改变命运吧。你有病吧？哼！喂，送我进来的那个谁，别以为你能关得住我，我可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。